7. 因為國度、權柄、榮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遠。阿門。天父，感謝你賜給我們榮耀，你的榮耀要繼續彰顯在地上，直到永遠。天父，感謝你，神的國在我們心裏，求你賜給我們有信心，讓你的話語使我們有信心，好使我們見到神，你的聖靈權能作為，好使我們見到神的國，神的王權彰顯在眾人身上。天父，你是滿有權柄的神，求你教導我們的生活充滿謙卑和信服，好使我們因着謙卑信服主耶穌，而有神你的權柄完成神給我們的工作。我們務要在主面前自卑，主就必叫我們升高，因為高舉非從東，非從西，也非從南而來，唯有神斷定。你使這人降卑，你使那人升高。天父，你是滿有榮耀的神，求你賜給我們有一個敬畏神的心。我們敬畏神的時候，必能見到神的榮耀彰顯在我們的生活當中。神啊，願你的榮耀光照你教會兒女的臉，好叫我們敬畏你，好叫我們敬拜侍奉你，而不要再崇拜侍奉金錢、事業、名利、權位等等。天父，你是永遠長存、永恆的神，求你啟示光照你兒女的心眼，好叫我們認知有永恆異象觀念，使我們雖然在這世上短暫寄居，叫我們能有智慧珍惜光陰時間，投資在永恆的獎賞而努力作工，付出代價侍奉神，而不是侍奉這個世界和魔鬼。讓我們不要作糊塗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，因為這個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，唯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。天父，感謝讚美你，因為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，所以藉着他也都是實在。阿門的，叫神因我們得榮耀。父神的應許是確實堅定的，求你幫助我們堅定持守我們的信心和信念，因為到了時候滿足，神必成就。但願頌讚、榮耀、智慧、感謝、尊貴、權柄、大力都歸於我們的神，直到永永遠遠。阿門。